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慧君，欢迎收看《福气乐嚟百二嘅好食生產線》咯，帶大家來認識到當季好食，了解到了菜地嘅特產。我講到啊，紹介過了大大細細嘅有機農場，唔管台灣嘅南北部啊，就係有見來見到東東呢度去推廣嘅自然農法嘅農民，咪見到有當多了嘅，我講古田嘅消費族群咧，唔過話見邊帶大家來認識嘅兩件是得講係一個有機界嘅前輩哦，來到現場嘅係兩台嘅工種人嗬，聽阿伯同農業台，啲啊農業台之前咪是講佢係農界傳人嗬，嚟分享嘅呢一幫人搶下來工種嘅經驗哦，啲下呢是愛日日嗬，嚟紹介到啲嚟貼片裏邊哦，真係紹介是係啲讓妹來嘅哦，聽婦兒聽太哥你好，聽阿伯你好，觀眾大家好，我係讓妹來聽來講分享啲耕種嘅經驗。安樣嗬，你講到咧讓妹啊嗬，上起來啲想聽嘅有多冇？算係台灣人麼？冇錢多啦，我平常喺台灣冇錢多啦。安樣先嗬，所以到咧嘅讓妹兩位啊嗬，係本單一起嘅本身嗬，是係從細到大是係有兩個耕種，從細到大。從細耕種到呢下啦。安樣先，好家下子來，請你來老大家講呢度嘅農場咯嗬。哦。好，嗰時下來啊，我哋來紹介頭先係講農嘅傳言啊，或者操到順頭嘅 Andy 志軒你好。大家好，我係來自讓妹來嘅，我係陳志軒。今日真歡喜伫咧咯，大家分享我做農嘅經驗。係，講到咧個志軒一起加上起來啦，嗬，大家看到啲啦，嗬，很後生嗬。講到啲後生，可能當到朋友是咪？像我來問一張問題啦，哦，啲後生人啊，總係希望講，應該來出種去打拼，講假使做啲講出頭天，做有心機，樣可以即講轉到故鄉，一直講，一出去樣出種打拼，就有隻新潮咧。咁講呢，因為上啊，讀呀不下呢，啲講到來提出阿爸來耕種。因為你下我阿爸啊，差唔多72歲咧。72歲咧，就像第二輩咧就差唔多10公年咧。所以你自家本身咪撈其他後生人窮養嗬，你要去了解老輩咁樣講要10條路要做成。有10公年嘅時間咯。差唔多10公年。係，問下是萬年日本轉來啊？爸爸咪攞嚟啦，就像轉來攞爸爸鄉下做成咁樣。係，攞阿爸攞阿妹做派鄉下來耕木下嘅天啦，嗬。韓國後生人講真嘅上班下，你有一張新嘅上班，冇窮人嘅上班，你做得撈木下人，撈長輩鄉下來，一個討論過後，可能咪會有新嘅一隻風向咧，嗬。好啲講到啲志軒咪當定影響咧，咪想講木下有天你講唔好用機放啊，咪唔好搬老人家做到安甜，所以其實想講盡來木下來提少，有時下來我就來問你聽阿伯你記得你講到從細到大你是做耕種嘅事咩？你到木下嘅你講上啲係你講農場咩係哪時開始是做了個你講到嘅有機嘅咯？哪時開始要做？民國79年嘅農會推廣啲苗搭小市嘅蔬菜，嗰下我是接連是搭去做啦。係，按做嘅台北neu工基金會來輔導啲安心蔬菜，我是一天冇打農藥冇種化學培養啦。係。所以是係neu工基金會嘅下，民國幾多年？82年嘅下。82年嘅下開始，要來輔導。我哋嘅下neu工上到安心蔬菜啦，我哋就全冇打農藥冇種化學配。係。按包尾政府會推廣啲有機蔬菜嘅時節，突然過兩場時，我做嘅示範腐啦。示範腐嗰下也當好，沖到回來鹹奶、鹹水、鹹配、鹹菜，
手咸样啦。按手咸冲来爱你都已经冲来，唔会讲有不良的问题啦。哎呦，我做得问一张问题吼，即你头先讲到安样对大概82年开始要多了下吼，真嘅是讲有示范的农场，还个有了解讲有基金会来葡萄吼，安样一路走下来。当然啦，吼，你高厂可能你要找去到嘅了解讲规定各方面，还个技术各方面，你就有啦，安样来做。嗰来应该是讲你细细时节啊，你是经验过你讲叫农药嘅时代嘛，嘅下。嗰下是我一家本身是冇救过，我到阿哥嗰下是嗰下兄弟老人讲有5、6天，是。嘅下要5、6天，安樣去教。兄弟老人家，按道理包每個兄弟本體，講天時我是維持家庭是前唔維持嘛，還是種菜買樣啦。改來種菜安樣，改做種菜，所以你講到嘅下咧，即係講到種10天嘅時間，可能嘅下要講到叫農咗兩道，每下。好，天天呢，應該做了解種菜稀釋哈，是講嘅種法，一定是有改變的。種菜我是從來冇打農藥，因為個農藥，這個個位都噴霧是當出現嘛，我你也增加農藥嘅味道，我是種菜從來冇打農藥，所以特色是按照安心蔬菜冇農藥嘅菜。呢度嘅農場啊，聽看到啲畫面行啊，嗬，有時候講係一個風雪，你嘅下按名係用法係按嘅。嗰下嗰農場嘅人啊，看我學習有辦法啦，嗬。其實個普通有學習嘅1級以上啦，像政府登記農場得啦，佢看我啲有辦法是向我。是托人政府農場登記啊，登記是按照農場名嘛，佢全部我一家按佢都，你自家上嘅，佢商標喺度也全部我一家上嘅啦，我是像風雪是像嗰啲按照也真豐富、真食材嘅做樣啦，真豐富、真食材嘅了解 Andy 嘅做法啦，嗬，希望講本 Andy 嘅消費者係體驗好嘅啦，嗬。好講到 Andy 嘅下嗬，可能呢一家都了解講到講了到菜人啊，嗬。睇下你咪希望 Andy 嘅之前啊出現冇會做什麼，嘅下啲。都係講到可能學搞變嘢啦，嗬，佢係出現莫會做事嘅行業，會希望講，佢轉來停少，係希望佢出現莫會達標。嗰時候啦，我是想後生人入去出國會達標，看看社會嘅也真好啦。社會咪愛去，應講到經驗下。錯，很多包妹咧，到呢行啊，很多歲咧，我是想努力，你也嚟。好咧，還是老講啦，我坦白上會做，是你下愛猛病體，接人去做。按樣下度好。按隨人冇比方體小路愛接人，也唔是打魚打過是挺好做嘅。按樣好，好講到了位呢，當然好，因是阿爸嘅想法，還個應講到之前嘅想法，其實咧嗬，Andy勸做得啦，配合得到，Andy 我來。做一隻應講到農場嘅一隻規劃啦、推廣啊各方面嗬，係是順起來應講會下對大家嘅了解同配合一下好到嘅啦嗬，有啲可能啱唔好做咧，見向啱做，幾啲可能是唔同啦嗬。從呢做內過後嗬，你會想講，你唔下嘅按樣目前嘅一隻做法啦，你會有想講有乜嘢新嘅想法，有老爸爸討論嗎？有相似無呀？相似無，比如講咧，做得讓大家來分享下，比如講你看到，即係到底下記得咧，一啲講細細改善啊，做得本人農場下好，一講銷路嘅方式，一講買東西嘅方式。銷路方式嚟講誒，你下討人人嘛，你下該未教該學教該都有營養午餐，係啊，該中小學營養午餐該都有，係啊，所以想講從家底來去教該種營養午餐該都有。
哦，所以你到底下是固定的有都是老人哋来配合就是学校的那种应用团啦，吼，都是12的时间，啊，啲写学的。做得是到咧安心嘅青菜吼，真紧嘅吼，热爱咪安心哦。你讲人白嘅吼，伊系后生囡仔西欧嘅人白人基本上佢都来做主嘛，即讲佢都会吼了解空田只是系动除扰嘅吼，好讲到咧位啊吼，来问下阿爸吼，是系呢度嘅农田嘅富權，呢天氣嘅部分啊吼，富權呢，吼係全部是係種有機嘅嘛，亦係長呢度下咧。是爱一家做，喊到全部休工，爱到冇俩人全部是我呀，冇全部休工睇全部休工休睇，哇！仲計木錯嘅到半休息咧，到樣呀，嗰時陣也冇人種菜賣，還也冇人是我全部用啲休，嗰種嘅休。所以你下天不用去放嘅很多。多。好，按講放一包嘅過後啊，吼，你兩個奶油水質各方面可能個檢驗下吼，做得通過嘅時，做得直接來，按講更要記下合格咧吼。合格啦。阿勇咪做得啦吼。好，你幾下開始做了個安心青菜嘅下吼，到開始來真正做到有機嘅下，幾下時間咯，更有機會時間。其實從來你樣做調下來。做很多年來，我哋一天冇打農藥，冇用下化學配，很染驚因粗減，我試來減我哋奶配水，我是要燉兩隻清醬，我淋菜水全部用清醬水淋。清醬水吼，我要300克嘅地下水來淋。安樣嘅吼。所以咧吼，就講到了解日調內啦，吼，呢個了解天吼，就講了解財人來講咧，全部是冇了解化學嘅一隻問題。好講到了，頭先我講啊吼，呢啲係有機嘅纖維哦，你好聽朋友吼講咧講，用白咪講纖維，即係講到係對台灣來講，那度有機嘅了解，講漂頭也係認真，呢算係體育界下，也係體育獎，大道理標章政府規定唱出嚟。呢個嘅連麥嘅隻標章，嘅標章，台灣真正可以講係提升那半係啦。因為突然規定唱來會同係滿片態度是暫時不應看。依家標章任何嘅事，啲人嚟講，大家掹出呀，你嚟暫時係真那半。真淡半係答嘅樣。安樣顯吼，所以你係咪看得到啦？你要眼多嘅了解，你講到你要了解，你見過認真嘅了都有證書，你根本帶來嘅吼，係唔係全部哦吼，大部分咧天天吼，呢個了解講，但係你媽嘅吼，了解講票頭認真來講吼，意思係票種係體育界啦，吼體育界韓國喂。但係呢是同台灣慢慢來去，不應看，暫時了得喎。佢下呢度全場要配合了一隻法圖。全場配合，討厭農業培養廠，佢會做埋我呢次配合一樣啦。好正經嘅嗬，應講到啊嗬，來自家來仲要記韓國呢，啲講政府單位哦來推廣啊，你聽下幫咪強讓嚟嗬，佢咪都配合嗬來推廣呢個要記，呀每一張農場只有自家應講經營嘅一張方向咯嗬，應講你啊聽下幫記得武漢農場啊，會找呢應講消費者嘅需求嗬。來仲記得愛嘅東西哦，你一上起來係你啲東西，家下就來老大家來講到。假使講聽眾朋友對應該會了解啦，農場有興趣，有問題問，咪做得到家下打電話到現場來，先同兩位來聊下。